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8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创世纪第37章29到36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天的主题是试探。试探，我们通常会跟诱惑一起来谈，因为有诱惑，受不了的诱惑才会进入试探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当中有一段这样的祷告词，他说：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这是因为我们的人生总是难免会遇到诱惑和试探，就连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传福音之前就遇见了试探。这个试探是从撒旦而来的3次诱惑。第一个是饥饿试探，当耶稣基督禁食了40天后，撒旦用食物来诱惑他，这个是针对人最基本需求的一个试探。另外也以上帝的应许保守来试探耶稣基督。信徒的说，撒旦他就是这样很白话的说了哈，那你推推看啊，那你的上帝曾经应许要保守你啊，他不让你的脚呢碰到这个石头啊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们就知道撒旦他还引用诗篇91篇11节到12节。我们看到第3个，撒旦又拿出了权柄和财富来诱惑试探耶稣基督。要耶稣基督来敬拜魔鬼，这个是有问题的哈。从耶稣基督所面对的试探，我们来想想看，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人所面对的试探？第一个就是基本的需求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面对撒旦的试探的时候，那面包就是人在饥饿当中最基本的需求，不能满足的时候，他就利用人的软弱来试探人。因此我们要依靠上帝来抵抗诱惑及试探。所以耶稣基督引用上帝的话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一切的话。耶稣这是引用了申命记第8章第3节。在耶稣基督教导的主祷文当中，也教导我们这样祷告：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第二个是试探上帝。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会抱怨上帝说，你都应许要保守我们，怎么可以让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，这样的危险呢？这是出埃及记第14章第1节到25节的记载。经文是说，以色列人遇到了法老王的追杀，红海的阻挡时候，他们就这样子来抱怨。圣经记载，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？你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是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？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吗？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好啊。
有许多人在遇到病痛困境的时候，也都会这样子的来抱怨上帝说：上帝啊，我这么虔诚的敬拜你，怎么可以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呢？我的先生没有比我的生活没有比这个未信之前好啊。第三个是权柄，我们可以举亚当管理伊甸园的问题、善恶果的试探来看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扫罗王他的在逾越这种伦理的界限，自己献祭作为例子。然后大卫王他因为好色而利用权柄，害死了自己手下的将军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说，这个人得了权柄，换了个位置，就换了个的头脑。第四个，我们讲财富。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，他受不了金钱的诱惑，就入了试探，出卖了自己的老师。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金钱的诱惑其实是随时存在的。近年来所谓的那种诈骗集团的案件，大部分都是出于财富的诱惑，或是我们听到被人倒钱的情况，也都是因为受不了那种高利的诱惑，心里就失去了提防。第五个是嫉妒，我们从创世纪第37章29到36节的经文记载，我们看到了约瑟的哥哥因为嫉妒而出卖了约瑟，为此他就需要欺骗他们的父亲。圣经的记载这样子哈，女便回到井边，发现约瑟已经不见了。他伤心的撕裂衣服，回到他弟兄那里去，说：孩子不见了，怎么办呢？于是他们杀了一只山羊，把约瑟的彩衣沾了羊血，带到他们父亲那里去，说：我们找到了这件袍子，这是你儿子的吗？雅各认出这件袍子，就说：这是我儿子的，一定是野兽吃掉它。我儿约瑟被撕裂了。雅各悲伤的撕裂了外衣，披上麻布，为儿子哀伤了好些时候。他的儿女都来安慰他，可是他不受安慰。他说：我就是下阴间，仍要为我而悲伤。继续为儿子约瑟哀伤。这时候，那些米甸人在埃及把约瑟卖给了埃及王的一个臣僚侍卫长波提乏。耶稣基督面对试探了，何况是人？如果我们甘心的入试探，上帝也没有办法来看顾保守我们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，彼得这样说道：上帝并没有宽容犯罪的天使，却把他们丢进了地狱，囚禁在黑暗之中，等候审判。上帝也没有宽容远古的时代，却用洪水淹没那些心目中没有上帝的人，只拯救了传扬正义的挪亚和其他7个人。上帝惩罚所多玛和俄摩拉2个城，降火烧毁，作为不敬虔的人的见解。他讲究了好人罗德为着坏人的淫乱行为大大的忧伤。那好人住在坏人当中，天天看见，天天听见那一些邪恶的事，心里非常的苦痛。主知道如何拯救虔诚的人脱离试探，
也知道如何把坏人留下来，尤其是那一些放纵肉体情欲、藐视上帝权威的人，好在审判的日子惩罚他们。这般假教师胆大妄为，不但不尊敬天上的尊荣者，反而侮辱他们。真的，基督徒是需要好好的抓住上帝，求上帝的保守、带领、赐福，也使我们能够胜过所面对的试探。诗篇28篇，上主啊，我向你呼求，我的保护者，求你垂听。如果你不理我，我会跟将灭亡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。我向你呼求帮助，求你垂听。我面向你的圣殿举手求告，不要把我跟作恶的人一起定罪，跟邪恶的人一起消灭。这些人口说友善的话，心里却充满仇恨。求你谴责他们的行为，报应他们的邪恶。求你惩罚他们的恶行，照他们应得的报应他们。因为他们藐视上主的作为，轻看他的创造，所以上主要惩罚他们，永远毁灭他们。愿上主得到歌颂，因他垂听我求救的呼声。上主保佑我，护卫我，我一心信靠他，他帮助我，使我快乐。我要歌唱颂赞他。上主保佑他的子民，他护卫拯救他所选立的王。上主啊，求你拯救你的子民，赐福给属于你自己的人。求你牧养他们，永远看顾他们。求主让我们能够依靠上帝胜过试炼、试探以及诱惑，帮助我们在各种的需要上、困境上、欲望上都能够得胜有余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